好，恩典堂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，我就想教一樣嘢叫做 fill in，用右手彈㗎。咁我就想教咗六七八先。咁乜嘢叫 fill in 咧？就即係話喺一個嘅起點嘅 call 啦，就去一個嘅終點或者目標嘅 call 啦。之前嘅第四拍，即係譬如 C 去 E 嘅時候咧，C 嘅第四拍咧就攝個目標嘅 call 為之8、7、6咁樣，6、7、8就係 C、D、E 咁樣順住去。咁聽起上嚟咧，呢個 chord 同 chord 之間咧就會聯繫緊密好多噶啦。咁我而家試一次用有一位神啦，就係 C、E、F、G， 第二行又係 C、E、F、G， 咁啊示範一次好冇？有一位神，噠滴噠噠噠噠噠滴噠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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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噠滴，噠滴噠滴噠滴，噠滴噠噠噠噠噠滴噠，噠噠噠噠噠噠滴噠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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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滴噠噠滴噠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六七八啦。咁其實咧，我有一樣嘢想大家幫下手啊。3、2、1都係一樣嘅啫嘛。如果係E 嘅六七八係 C、D、E， 咁佢嘅3、2、1咪 G、F、E 咯。喂，我想大家交下功課喎，唔好成日我示範啦。我示範咗個六七八，咁你哋可以交一個六七八嘅有一位神俾我，或者你交個3、2、1嘅 fill in 嘅有一位神，咁自己揣摩下仲好啊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大家唔需要彈晒成首嘅，係啦。咁同埋咧，你記住 fill in 咧，唔一定好似我頭先咁嘢嘢都做，嘢嘢都做其實就係好公式化、好機械化嘅。咁練琴就咁樣練咯，但係到時你可能間唔時用一次。係啦，咁再間唔時可以六七八，間唔時3、2、1，咁你識咗兩招係啦。嗱，如果兩樣嘢我都聽到你彈到咧，我就可以俾第3招、第4招、第5招咁樣樣去慢慢幫大家進步咯，好冇？